现代台语版圣经路加福音第17章，耶稣佮对伊的门徒讲：引起人犯罪的事一定有，不过做成即个事的人惨啊！宁可用大石磨甲伊吊伫颔棍迄落海，嘛毋通互未遂的一个跋倒犯罪。恁家己嘛着谨慎，你的兄弟也是姊妹，若犯罪，着甲伊责备；伊若悔改，着甲伊赦免。若有人一日得罪你7遍拢活倒转来甲你讲，我悔改啦，你嘛拢着甲伊赦免。使徒对主讲：求你加添阮的信心。主讲：恁若有亲像芥菜籽遐大的信心，甲即丛酸菜树讲，连根飞起来去栽伫海里，迄丛树嘛会服从恁。恁中间减有甚物人，伊的仆人去做园，也是饲羊，对园里转来的时，会甲仆人讲：赶紧坐落来食饭。伊减袂甲伊讲，甲我准备暗顿，下围裙来伺候我食饭，后来你才食才啉。仆人做主人所吩咐的代志，主人减着甲伊说谢。恁嘛是安尼，恁做受交代的代志了后，就讲：阮是无路用的仆人。阮不过尽本分做拿定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中，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。伊入去一个庄舍的时，拄着10个麻风病人，因徛伫远远的所在，大声喊：耶稣老师啊，怜悯阮！耶稣一个看到，就甲因讲：恁去互祭司检查。因伫路中就得到清气。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，就倒转来大声学了上帝，趴伫耶稣的脚前，甲伊感谢。这个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问讲：检是有10个人得到医好，还迄9个伫倒位？这个外族的人以外，检无人转来感谢上帝。耶稣就甲迄个人讲：起来，转去，你的信心有救你。有一遍，一寡法利赛派的人问耶稣：上帝国什么时会来临？耶稣应讲：上帝国的来临，毋是人看会出来，嘛无人会当讲：你看伫遐，也是讲你看伫遮，因为上帝国是伫恁中间。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：日子得要到，恁想要看人子来临的日子，连一日嘛看袂到。有人会甲恁讲：你看伫遐，也是讲你看伫遮，毋通出去，嘛毋通缀引去。死若对天即边视，照到天迄边，人子伫迄日嘛会亲像安尼来临。不过，伊一定会承受真侪苦难，搁互即世代的人拒绝。人子来临的日子会甲挪亚的时共款。迄时，人照常啉食嫁娶，一直到挪亚入去大船迄日，大水到，甲因拢消灭。迄日嘛甲罗得的日子共款，人照常啉食、买卖、种作、起厝。毋过，罗得对索多玛出去迄日，对天有落火甲硫磺，甲因拢消灭。人子显现的日，
嘛会亲像安尼。迄日伫厝顶个毋通落来摕厝内个物件，伫远年个嘛毋通倒转去，着为吉日落得下晡所拄着个代志。所有想要保存家己性命个，会丧失性命；所有丧失家己个性命个，会得到性命。我甲恁讲，伫迄暗有2个人困共一顶眠床，一个会受带去，另外一个会留地。有2个妇人人做伙伫画石磨，一个受带去，一个留地。有2个人伫远年，一个受接去，一个留地。门徒问耶稣讲：主啊，会伫倒位发生？耶稣甲因讲：尸体伫倒位，秃头鹰拢会牵我去遐。